李居生，这是平凉太守，再来领取官聘。学生李居生，再来领取官聘。哼！你说你姓李？姓李，叫什么生的？李居生。哦，李居生。去吧，不必再来了。平凉知府已经有成了。这平凉知府明明是你，怎会领取他成礼？不错，原来是你。可是前世一生你缺少才干，只得领为他人了。此次我要面见千岁。参准，没有千岁爷的准许，就是再谁也不敢敲门。谢谢，今日这正是。年兄正色，莫非认了什么委屈了？千岁爷帮我平凉知府的官聘发给别人了。年兄，此我之言，你他给上下奏谕，放了通用也下了吧？李大人，李学生，在，官命在此。属你的明亮太守，去吧。多谢他的官，多谢他的官。家中，明亮知府升上司，2日夜换仓飞过进去，进官聘在茂林里的到家。要面见千岁，来人！
笑，富贵难瞧贵衙门，冤相冤分，不知为我的病，弟弟，这可怜，你们弟弟死去，就失去娘亲。弟弟，你怎么不一起生病，调养气色才为好的？弟弟，洗洗去吧，弟弟，洗洗去吧，洗洗去吧。当夜下天牢，把两金子锁在面前，不送到明波报。太元菩萨多保佑我弟弟平安在河下。
年轻书生几秒背后不上，不想这次把这包囊忘记在这里。哎，姐姐，正好见我们的酸梅知己。凤鸣，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了？姐姐，我怎么啦？你怎么不追上去挽救人家？这管不上了。你既看到那位书生出门，作为这管不上，分明是有意独身贤才。姐姐你。哎呀，弟弟，你怎么忘了？弟弟平时经我们讲的故事了。莲财不识家来生，只是不应到现今。唐朝一股配丞相，少年潦倒也穷困，值得金牌凤冠生，谁想国戚朝凌云。红缨啊，是一粒香，好知香，辛苦千里谁同行？姐姐，我没有忘记这些故事，我这是为了爹爹呀。我虽是要放到此报，无钱闹得林子草，眼看那老夫虽求丢先生，同名心意是道教，要杀刘金，要无解，要走门路宁扑道，地上有此八两金，什么衙门凡事了。这些更不得了，弟弟跟着吴美棍，岂肯隐晦去讨好？宁愿平平困不妙，也因此设计使他母事事笑。弟弟呀，唐僧是情书生先救。
你水穷，又谁了你讲过天理，又谁了你讲过良心？天理终于常颠倒，良心早被勾牵掉。我弟弟埋伏文才对我杀，那刘金一路是草冲红袍。今日我无非善计，金宝真是天理不能藏。学会，我是。
又更生我立志，不做常年做才女，买本有时图光阴。去世一夫人善良，敢问一片善良人，3年前人满我等我为你，朝来给我讲话听，你得一个14年报也把人我真一个莫逃于此不是成。
请你再送些箱子来，我妹妹等着要用你。好。姐姐，妹妹，这是刚送来的香了，营养好，你再安心些吧。姐姐，宋姐姐，宋姐姐。妻子一品，一三寸，一层腰。3年来，父亲的言是
好为房基地关着心。虽然是怪梦为我难应许，我自觉曾来害不了人，送我姐姐出火坑，还我姐姐亲好命。你母当年才飞去，你今为妻草买哪里？今日里曾经为妻赏风花，那你归安
贤弟。这一山是我亲手捧，千层万心皆是心。三层。
罢了。哎，老三老向今朝外面这呀，里面好。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哎，妈妈，我每次经常路过福鼎州，都要来逛逛富翠园。是吗？望望你家三两姑娘啊！哎，妈妈，三两姑娘还好吗？听说她曾经卖盆为生。哎呀，张大官人，你是哪里知道？哦，自从肾亏上京之后，三娘她文章不写，隐身难尽。唉，这真是野花不种，年年雨，烦恼无根彻彻生啊！妈妈，既然三两姑娘立志不做烟花女，又不肯替你点笔卖盆，你留她何用啊？莫看我伤人从礼，我也从心啊。哦，7年了，我张志成还是这句话，原差1000两，替他做个3万。哎呀，你这不是在往我的要钱是吗？啊！妈妈，听说沈奎中了上元，官封把夫请问。三两姑娘迟早是要跟他走的哟。这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妈妈，我看你呀，还是要好好的合计合计，我等会再来听你回应啊。1000两啊！亏心事，我欲当御马，不让他读书。事情他要是真的中了状元，中了心爱，
定州富城县有一烟花女子，名叫沈善良，被美于知报上张之成为妻。可这文帖上面一无红笔全点，而无官兵印玺，而这文帖之中恰加了张200两银票，分明是要本州改上国营，叫那女子多与他无妻。这算不算脱账？这算不算受贿？这人子受也罢，不受也罢，那妓女能跳出火坑，总是一件好事。本州理当称谢。下面听了，哟，速去常州客店将陈善良带来。是。上次你安家200年，不与我心太疼一不宁，花子一心空上次。莫非是言官不逆是有人？怕是我太私心眼了，想我李鹏明10年我怕早开阔，一朝风云得称心。我乃是新官初上任，背客应酬全名，怪梦是被所谓虚错心长州，又是个穷衙门。想我一生清白，一生悲，只是道苦水本地清贫。我想得太多了。妓女从良本好事，虽人心明夜正来夜夜沉，屈指有道不算退，莫上天理天公正。禀大人，陈善良带到。带上来。是。
是谁叫你没有客丧？是当家宝儿。既然是此，理当跟那客丧先去。小女子不愿先去。赤水中两语何不好？真是不愿。小女子与乡人比比，用你讲来。大老爷用比。错进我心脾，刀鞘风影换千金。他当年还你官兵罪，不是应罚你不是刑。来呀，小子点着杖罪是。去吧。想那老客送我银票，无非是要本着有这样子女子对于他为妻，我是为此当出过好歹。甚善良，你到底去是不去？大老爷，为官临此公道，不读明理最为高。道边行走须分明，莫把是非都颠倒。他但要不机关盯上本府咆哮公道，这万里好的来呀！有上堂。
老爷巧当小女子，虽是刚到家境，我也绝不嫌弃。好一张利口，堂上言语问题写得明明白白，却为却断了你。请问这本签上可与我亲笔画押？不有可与官笔印信？他本在该上官印。慢，这本签是不定罪所写，要给官印也有不定罪所给。你是这的长罪，只怕你给不得官印做故。陈善良，你再三不肯离开武定州，莫非在哪里还有什么牵挂不成？别无牵挂，武定州与我的兄弟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但本贼却把你兄弟出来，和你一同跟在那客上前去，这里也可早些相见，你看是何？我兄弟只怕你传他不通。不是，堂堂常州衙门，难道完全不懂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吗？我兄弟也是个做官的呢。你兄弟做官？哈哈，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，也做起官来了。我兄弟不但做官，还是个大官，总不见得和我一样是一个五品知府吧？我兄弟的官比你还大，衙门比你还宽，机关比你还高。哼，难道是朝廷钦差不成？真是不负心安。陈三亮，你那兄弟是哪年中举，哪年应试，新生命在夸夸将来，稍有一言差错，难免只有他大老爷，请听讲。我兄弟家子年间中苦尽，一催年间的头名，一笔清点刑八部，山东茶坊是排名。试问他是哪一个？陈奎就是兄弟名。这是他烟花里下仙女，哪知他兄弟是恩怨陈他陈。我知道凭空得来人儿吧，谁知他不天理，还不快官布快走！这不去所。
想神快大人生我为新官，岂肯让他自己落水为妻？看来是我将他当极了，他故意拿新我来想我。陈善良，你与陈大人可是一母同胞？非也，莫非是说把贼的？也不是。插手！他当真善良，你与陈大人一不是同胞，甚至还不是说把贼的，分明是心亏不言，欺骗本府，走完了的。我万一相信必病。讲，我与陈奎同是天涯人路人，只拦妻和妻的臣，还没与公子相配，患难相识生知音，为是陈奎牛生气，我资助他发奋托事根，我也那是经说是少的能，烟花女我亲自做先生，喜泪一道谁机灵，数年岁月苦比心，大爷为师父精神，七夕一他三定家常总头名。听他言道，他不但是陈大人的恩基，还是陈大人的恩师。我想这女子有些也不也是有的，可也教不出长远来呀。此话非别可信。陈善良，你自称是陈大人的先生，不知你教他些什么？教进士资质不佳，教书法梅花篆体。梅花篆体，想着梅花篆体，我自己能写，难道他也能写的？想我自己能上手写。陈善良，本着要看你梅花篆体写的时候，可非当堂写来。请老爷私下闭言。来，有，去本王私报与他。是。请老爷再赐一支郎号。这要一支何用？小女子死于练得，上岁能写梅花篆体。能上手写字吗？再借他一次。想要启春官，只必成郎号。老臣张冠生，就是
家传有李子之本周易古今，我还真不知，不妨问他一经再审。来，有，将本这里周易古今取来。是。陈善良，本在问你周易古今，你可通晓？刚才让我首先梅花算听，事情原本周易古今，莫非他？哦，不会，我李氏门中不会出此长官。你怎不回答？老爷这官本来已经64卦第28卦何名是怎样解堂来？第28卦名为大过，理有冤枉恨。是啊，苦养身体，老夫的少妻无不利。按此而言，老夫少妻没有什么不利呀。老爷枉道惊人，竟然团聚不明，挂名大过，实是大大的过错。挂问老夫的少妻无不利，无实是不应于这样的事，不利实是有此事，乃是大大的不吉利。总而言之，第28卦老夫的少妻乃是大大的过错，大大的不吉利也。沈善良，你此种之计从我无而来？小女子这是世界知我一家与众不同。你说的是哪一家的易经之本？家喻祖传历史之本，共有几卷？共有3卷。现在我只教育兄弟，具有标上一传后生书这是说明绝对是无一言。吹的。素妃，青丝碎，就不顺后的做孩女。李凤鸣，你团长多少？你团长多少？286。
衙门，在这里当官司，当官司，眼的可以银子借一些一为借，要他何用？可恨当家宝儿将我卖于张子成，我不愿献去。谁知长嘴之妇，他团长谁会用银强逼我家？眼的是用银子送一些于这位老爷，免得自己追随苦也。团长王法，本应年吧。这是我想他是恩姐的亲兄弟，姐弟有13多年，应得今日受福。更见读书之人是功名来之不易，既是初犯，又是恩姐的亲兄弟，你将他官降一级，一做经济，也就是了。要是他不是我的同胞兄弟，你难道是官场之中死了金剑，谁是圣经？谁是圣经金剑？金剑圣经，这世上谁是圣经金剑？小弟立志心里自辟，记住下妻。李梦明他该当何才？啥是屡犯，从年8班，啥是
Thank you.